神通秘境第1重，法力定。就让我来助你一程。神通秘境第2重，真气境。这次天魔战场出现变故，晋升了不少内门弟子。为此，门派着我传授3门修炼之法：天地浩然气、混动吐纳功、元辰精神术。尔等则认真修炼即可。天地浩然气，万神归一；吐纳绝法6字耳，唏嘘思，呼喝吹。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6欲有生。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运用黄泉秘法，使黄泉图内的5只飞天夜叉互相吞噬蜕变，最终形成了修罗骨。现在我正要这骨与飞剑炼化合一，成为魔剑傀儡，为你所用。魔剑傀儡？不错，这魔剑傀儡是把飞剑融入修罗骨刺中，炼成以剑杀敌的凶残傀儡。等你滴血祭炼，它就会与你心灵相通，等于你的分身。如此甚好，历练多个帮手，修为的进境也能更快些。你现在也面临修为瓶颈了，与其在这儿闭门造车，不如我引你去地底世界历练如何？不仅可以吸收魔物炼丹，还能采摘法晶玉石，提升修为。法晶玉石？传闻这些玉石是太古时代大战的遗宝。那次浩劫之后，残余的灵气和玉石结合，就形成了法晶。法晶玉石不仅能炼制法宝，还能辅助精神修炼，十分珍贵。好，待我克毕，咱们就前往地底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灭。是故行气而依理者，寿元无穷也。方寒，你又变帅了，神变境果然厉害。哦，是吗？贺仙子啊，你回去路上也要多加小心。这地底世界比瀚海沙漠要恐怖100倍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我先溜了。几千年了，依旧是这潮湿幽暗的味道。地底世界别有洞天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黄泉圣河就来自这地底世界的最深处。
那里可比这儿还诡异离奇，生存规则也更加残酷恐怖。深渊血狼，深渊血狼极其狡诈，体型也是瀚海沙漠的血狼数倍。他们头上凝聚的血晶，却是炼制丹药的绝佳材料。哦，哼，那他们要倒霉了。方寒，抓紧收取狼头上的血晶，然后来黄泉图里找我。我送你一件法宝。好。岩，接着。虽然七煞葫芦没了，但你收入黄泉图的第一缕天狼烟还在，所以，我用黄泉圣水，将这天狼烟与血绵魔衣相互融合，重新炼制天狼战铠。如今融入血晶，终于大功告成。黄泉3000块，必须祭天狼。好一个血天狼！纯阳法宝的气息。方寒，我们快到外面去看看。这光芒宛如星辰，似乎是群星门的法宝。群星门，白海禅师傅。岩，我们走。下边那个小娃娃的五星镯，能够加快阎罗金身的修炼。要是带上几个甲子，你一身筋骨就会转化为星辰仙骨，逆转肉身。不如我们……我怎么可能去抢一个小娃娃的东西？岩，吃的什么呀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俺叫星云宝宝。哦，
星云宝宝啊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，比俺偷偷喝的鲜酒还要舒服。不行了，俺醉了，得吃糖葫芦解一下，要不然娘亲知道了可就不好了。翡翠玉清丹，这可是比碧落大丹还要好的丹药，居然是这孩子的糖葫芦。这娃娃的身份果真非同小可。你叫星云宝宝，那你还想吃我的丹药吗？想吃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爹娘是谁呀？你原来不是我爹爹派来的大将啊！俺也不知道爹爹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别人都叫他星主。他常常闭关修炼，也不和俺玩。哼，俺就偷偷跑出来干一件大事让他瞧瞧。嘿，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这是群星门掌教的尊称。这人在3000年前就修炼到了长生一境。为师肉身实传，死后尸身不腐。待你取得羽化飞升经，返回群星门，求掌门复活我。知道了，星云宝宝，你的圆环真漂亮，能给我看看吗？给。你不怕我拿走你的镯子？我感觉很准的，哥哥你是好人。如此至宝，只能摸不能抢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宝宝，我有门功法修炼，需要你的镯子帮忙。小哥哥，你拿去用吧，不过不能送你哦，否则娘亲会打俺屁股的。好，等我功法修成，我就送你回家。不，我不回去，学习门太闷了，俺还要替爹爹做一件大事，还要让他们知道俺也能帮他做事，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寒。方寒哥哥。对了，你刚刚请我吃好吃的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边有个石洞，有好多漂亮石头，你跟我来。好。焚烧法经玉石来煮沸黄泉水，必会让你感受石骨粉碎之痛。但成就神通之后带来的好处也无法估量，你明白吗？天轮天子，地府轮岗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，安然不动，如大地。今日生命如密藏，所谓地藏，阿布森罗，黑白之门。
筋错骨的痛苦，要不然还谈什么10年之约？如何给红衣报仇？方寒，能在肉身境就使用纯阳法宝修炼的机会万中无一。这星云宝宝就是你的仙缘。日月五星镯的星力纯阳为一，能改根骨、塑形体，更能助你冲破关卡。阎罗天子，地府轮割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。精神转化为法力，这就是神通秘境。我仔细检查过了，丹药没什么问题。只要你吸收了这枚星斗聚法丹，将法力再度凝练，至少能达到白马之力。不过，你确定不向门派上报你已晋升真传的事吗？羽化门真传弟子良莠不齐，我如今就算成为真传弟子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真传，得不到太大的重视。所以不公开则已，一旦公开，必须是万众瞩目，震撼山门。况且，师姐神通4重的时候，还得靠杀金石台的8人8鹤才能立位。而叶南天挑衅我，正是给了我一个立威的机会。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挑衅我方寒的下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们有敬畏之心。好霸道的妖力！虽然你已进入神通秘境，但此时根基尚浅，难免吃力。
就让我来助你一程。果然，这星斗聚法丹是上品灵丹。现在我终于将这灵丹的所有药力完全吸收，我现在的法力，只怕能够力挽白马。你现在的法力凝聚不散，距离神通二重真气境更近了一步。这是羽化门召集内门弟子的钟声。山河榜大赛终于要开始了。你用阎罗金身中的封印大法，再配合隐匿符，即便是长生秘境1重的高手，也察觉不到你升到了神通秘境。好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羽化门长老有些本事，若非施展了大寂灭法，我都担心瞒不住他。为掩人耳目，眼下还是得先学会这个木系神通。这就是羽化门8大神通天目大法其中的一个小神通而已。要战胜华天都，每一个呼吸的时间都异常重要，怎么可能浪费1年在这个上面？要学，就直接学青帝木皇功。青帝木皇功，羽化门的天目大法，只是太古神通青帝木皇功的一部分。而我知道完整的青帝木皇功。这春风木灵术与青帝木皇功正好真气同源，你以后施展也能免于怀疑。你怎么会羽化门的神通？笑话！5帝大魔神通，乃我黄泉门掌门绝学，分别有青帝木皇功、赤帝火黄气、白帝金黄种、黑帝水黄泉，以及黄帝土黄道，也就是你正在修炼的阎罗金身。那我岂不是能修2门太古神通了？年轻人做梦要有限度。太古神通真气相冲，凡神通5重之下同修2门，便立刻爆体而亡。神通第5重，天人境，我一定会很快达到的。要是天人境都达到不了，那也没有资格战胜华天都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。大道青帝木皇功与你的阎罗金身冲突，会造成身体僵硬木化。你先将修炼的木灵元气融入筋骨脉络，待时机成熟，再凝练真气。山不动，竹影婆娑，河
无声暗与洪波，道是本无对与错，一墨入道何不可？轮回转不消因果，很好。奈何桥无尽3个月远客。时间，你已经完全融合木灵元气。现在利用阎罗金身打散木灵元气，用青帝木皇功强行吸收，引为木灵真气。修炼透了，才能磨练意志。意志越强，精神就越强，法力也就越强。只有这种人才能突飞猛进。万主心神，运转气血。继续。谁说天地之间皆出梗？谁说魔道无英雄？是非功过，何惧人笑我？身后事，任天下评说。望青水剑不伤心人，黄泉苦哑淡我。让我碰过、爱过、吃过、恨过，再解脱。不自悲，伤可以更磨。青帝符，木皇符，起！天地木皇，万木归一。神通秘境第2重，真气境，力大逾100代，明神五内来，化无而为有，苍穹尽自开。